地藏菩萨本愿经，罗香赞，罗香炸裂，八界蒙分，诸佛海会释遥闻，随处结相魂，生意宏温，诸佛现专心。南无香分界菩萨摩诃萨。南无香分界菩萨摩诃萨。南无香分界菩萨摩诃萨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净心业真言。唵修多利修多利修摩利修摩利萨婆诃。净口业真言。唵修利修利摩诃修利修修利萨婆诃。净意业真言。唵巴来罗檀诃呵诃。净三业真言。唵娑拉婆拉苏陀娑拉达摩娑拉婆拉苏陀吽。安土地真言。南无三曼多布陀南唵嘟噜嘟噜在位萨婆诃。普供养真言。唵呀呀啷三婆哇巴雷罗诃。南无上珠十方佛。南无上珠十方佛。南无上珠十方佛。南无上珠十方法。南无上珠十方法。南无上珠十方法。南无上珠十方经。南无上珠十方经。南无上珠十方经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。南无宏愿地藏王菩萨。南无护法诸天菩萨。觉林菩萨记。华严第四会，夜摩天宫，无量菩萨来接，说偈赞佛。尔时觉林菩萨成佛威力，遍观十方利说上言。譬如工艺师分布诸彩色，以望此现象，大众无差别，大众中无色，色中无大众，亦不离大众。而有色可得，心中无彩画，彩画中无心，连不离心。有彩画可得，悲心行不住，无量难思议。实现一切色，各各不相知。譬如工艺师不能知自心，而有心故画，诸法成如是。心如工艺师，能画诸世间，我运色众生，无法离不作。如心佛亦尔，如佛众生莲，应知佛有心，体性皆无尽。六人知心性，普助诸世间。是人即见佛，了佛真实性。心不自有心，心亦不自心，力能作佛事，自在未曾有。六人有了知，三世一切佛，应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